人讲食鱼食肉嘛，着爱菜价。除了有这体育比赛以外，也着爱有艺文的活动。咱继续来看这法国的文化奥运，咱的台湾馆这回也有咱台湾的变装红袖 Nivea， 伊配合着台湾的影像演出，搁伫咧现场大声喊出台湾这两字。另外，台北蘑菇剧团也伫咧现场播报地戏，也那流行歌曲的部分，也有 DJ 甲台湾一个法国的歌曲用合作伙，用文化和世界各国的人交朋友。 招牌金蕉黄的服装、影白的造型，装做一只大鸭。伊是台湾出名的变装风袖 Nivea。文化奥运台湾馆 Nivea 用变装艺术搭配来自台湾的影像，让国外民众熟悉台湾，而且大声喊出台湾的名。Are we feeling fabulous? Are we feeling rainbow and gay? Let's put this out there. I know it says Chinese Taipei, but in my world it says Taiwan. 喊出台湾，台卡的一个民众也大声欢呼。文化部表示，文化奥运台湾馆上济通入来1500人，Nivea 的个人气和规个场地拢同客人。刚刚甲台湾文化带到巴黎，搁有台北蒙古剧团。 因的布袋戏出描写一个美丽岛屿的西边有恶龙厝边，想要占领岛屿，岛民起身对抗的故事。它从传统长出来，可是它不断的创新，然后它面对这个时代跟世界的对话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喜欢，而是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欣赏。 台湾出名歌手500的歌曲丁阿花，也和 DJ 林耀王搭配法国歌曲伫台湾馆放送，台卡各国的观众也对你跳舞。我想要让在巴黎的台湾人，或者是在巴黎的外国人，或者是巴黎人，都会感受到我带来的音乐，所以我融合了法国跟台湾的音乐元素都在一起。因为我知道法国人最喜欢像 Daft Punk 这种很 disco 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想哇，台湾有什么 disco 的东西？像伍佰，哇，伍佰就很 disco， 就很 disco。林耀王讲，台湾跟法国同款，拢是真自由的所在。伊透过放送两国多元风格的歌曲，希望用文化、用音乐互相交流，和文化奥运台湾馆维持一个大型摇滚 party 现场。记者龚林玉凯综合报道。